选调，我要时时学落摇花，学落伊的话，要定定伫我的喙。我的心神要因为摇花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你甲我着学落摇花做大，三甲尊伊的名做悬。咱今日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咱三甲来公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定是未嫁，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万国灵，慈悲听堂的阿爸爸上帝，阮全心恳求你的圣神降临，使阮平安的福分甲医治的权柄。伫目前也未稳定的时阵，虽然众兄弟无法度相见，做伙来聚会，不过阮犹原有对上帝来仰望，伫无久的将来，随时要为着转来固定聚会做准备。我嘛恳求上帝会当安慰阮孤单、心情忧闷的兄弟，还是身躯有病痛，也搁伫病院医治，甚至受主警调的危助。求上帝用你的锤，用你的拐，不时甲众兄弟三甲之地，带因经过死荫的山谷，到主所应允的迦南地。当今日是母亲节，阮感谢上帝。为阮每一个人所备办的天赛，伫阮艰苦、失落、伤心的时阵，你互妈妈成做阮随时的帮衬，陪阮行过每一个重要的时刻。相信我求上帝保守所有母亲身、心甲灵，拢有平安、欢喜甲快乐。尤其是咱所徛的这片土地，伊的名叫台湾。伊就是养饲、顾养、陪伴咱行过每一步艰苦路途，互咱成长的母亲。求上帝存你的圣手来扶持、修补所有伫这块土地顶悬的人的冲突甲
甲矛盾。阮将今日一摆的网络礼拜，搁一摆交托伫主的手里，求主阿耳康听阮的祈祷，咱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三个来读圣经，圣经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11节。新约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11节，我来共读。第1节，第3日，伫加利利的迦纳有婚姻的宴席，耶稣的老母伫遐，耶稣甲伊的学生也互因请去赴宴席。酒用了，耶稣的老母就对因讲，因无酒啦。耶稣甲伊讲：“老母啊，我甲你啥物干涉？我的时还未到。”伊的老母甲遮个找用的人讲：“凡是伊甲恁讲的，恁着惊伊。”照犹太人的例，洗清气的例，伫遐有摆6个石甕，逐个会对得2-3桶水。耶稣甲找用的人讲：“用水互伊满甕，就互伊满到甕口。”佮甲因讲：“打倒养伊，芳互将你引导的人，就芳互伊。”第9节，水变做酒，将你引导的就试啉伊，毋知对倒落来，独独养水的找用知，将你引导的就叫新囝婿来，甲伊讲：人拢是大先摆好酒，到人啉多多，才用较醋的，独独你留好酒到这点。11节，这个头一摆的新日，耶稣行伫加利利的迦纳。来显出伊的荣光，伊的学生就信伊。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遵趁伊话行来人。今日牧师要讲的题目是：凡是伊甲恁讲的。
各位兄弟平安，今日是母亲节，先甲各位伟大亲爱的妈妈甲恁恭喜母亲节快乐！讲实在吼，大概即讲节气的主日吼，母亲节啦，父亲节啊，迄拢毋知要选啥物经文通讲吼，这恶讲的吼，你要选到适合的经文来讲道吼。这是困难的。好，感谢圣神的帮助。今日我选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11节的经文迦纳的映射来甲大家来讨论要亲近上帝的进前，咱先同心来祈祷。即成个杯。虽然阮正抑阁无法度坐做伙来做礼拜，毋过阮犹原同心伫你面头前来敬拜你，尤其是今日阮庆祝母亲节，求你保守、祝福阮遮侪妈妈，拢有健康的身体、平安的心神，伫你面头前得到满满的稳定甲福气。即时我们来亲近你的话，求你的圣神帮助，亲身教示，互阮通明白你的话，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嘛互阮有即个气力，将即个所明白的行做出来，成做生命一部分。下面的时间你来引带，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约翰福音第2章讲到耶稣伫迦纳的映射行即个神迹，其实是第一个是约翰福音内面敢若选四个神迹伊甲其他的福音书无共款其他共关福音
马太、马可、路加哈，无啥共款吼。伊敢若选7个神迹，7个星价。吼，第一个就是伫遮迦纳的婚宴，甲水变做酒吼。啊，第二个神迹也是在迦拿吼，伊伫迄个加百农大臣的儿子。啊，第3、第4、第5一直到第6，吼，伊伫迄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吼。第7个是很有名的拉萨路，吼，死里复活，吼。新价，哈，这他约翰福音跟他算7个，哈。那神迹呢？神迹，借这个机会，跟我一个新价。伊的意思是 sign 的意思，记号、标志啊，标记的意思。咱大家知影，新价是一个记号，一个标志吼，唔是目的。有咱写基督徒吼，会去吼这个观念迷惑吼，会被迷惑，会很想拥抱神迹吼。神迹好像是很重要的事情，神迹很重要，唔过新价唔是目的。譬如讲吼。我是一个路痴吼，我常常迷路，我塞车，开车什么时候迷路？通常就是引擎打开我就迷路了哈，会不会很严重？啊，我尽管这个迷路路痴哈，其实我开车我最盼望看到路标，搞我瞎前测。好，古亭教会往前10公里，这欢喜，我若看了这种路标吼。那我们免烦恼啊！呵，这个路标重不重要？这个 sign 重不重要？重要啊！等我开车看的这个 sign， 古亭教会往前10公里，我从落车去跑了去吧，我就下车抱着这个 sign 嘛。基督徒不要拥抱神迹哈！哦，神迹是一个 sign， 它指向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才是重点，那个目的才是重点。新约对旧约跟新约发生的目的，是要显明。这个行新约的人是上帝甲伊伫地，伊要显明这件代志，来甲看到的人讲，这个既然是上帝甲伊伫地的人，当这个人的假使伊讲什么话，你就要当真哈，你就要当做一回事。这是新约上主要的目的，它是一个 sign， 它标示这个人是甲上帝做伙的人。即摆来伊要讲的话。伊要做的代志是重要的，所以重点在后面。咱会当是不是会当为这个新约看到迄个属灵的意义，迄个属伫天顶国价值的意义，啊是你刚才在看迄个新约，哇，水变做酒，赞！你刚才看到迄个新约表面啊，咱今日要入去今日这个故事吼，这个叙事，伊讲伫加利利的迦纳有婚姻的宴席。耶稣的老母伫遐，哦，那耶稣甲伊学生嘛互请去赴宴，跟我们一样婚礼一定有宴席请宾客一起参加。第一，迄个时代新约时代差不多，如果你的来宾差不多100，就已经是很大的宴席几百人，一个很少人这么大的宴席了所以，伊讲就讲，耶稣甲伊学生嘛，互因请去赴这个宴席。这个叙事一点都不拖泥带水，直接告诉你酒饮料啊，无酒啊啦酒饮料啊。这奇怪耶稣的老母就直接对耶稣讲，因无酒啦。耶稣是一个客人耶稣的老母。唔知影伫这个演下来面是扮演什么角色，可能是跟主人很熟的一个客人会去关心讲啊，因无酒啊伊个人走去甲耶稣讲，因无酒啦耶稣的回答才是正常。耶稣讲，老母啊，我甲你什么感谢？我的时要被搞。我刚刚说他的回答正常，不是他的字面正常了就是讲。奇怪嘞，这个因无酒啊，你跑来跟我讲什么？干嘛跟我讲？可是耶稣的回答也是奇怪他的回答说：“伊讲老母啊，我甲你什么感谢？嘿啦，我安尼讲叫我妈妈讲头
他回答说：“老母啊，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啦？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其实如果是希腊原文比这个更麻烦。好，但是台语是翻译这老母啊，它希腊的原文是虎琳琅妇人虎琳琅，所以这句话应该翻译中翻译讲虎琳琅啊，我跟你什么关系啊？啊，哇，这个比台语翻译的还严重，比原本翻译的严重迄个虎琳琅什么意思啊？其实咱若去看耶稣迄个时阵，犹太人的文献啊，是讲希腊的文献中，用迄字在称呼家己的妈妈无济啊，很少这样做啊，不过第四福音里面第约翰福音其实会看到其他的例子譬如讲19章26节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19章26节咱看到耶稣称呼玛利亚，就是伊妈妈，嘛是同款称呼伊妇琳琅，这是什么时阵？就是耶稣奠立十字架顶面，伊吩咐约翰，耶稣对伊的妈妈讲，咱台语嘛是翻做讲，老母看你的囝，就是介绍约翰老母看你的囝，不过这嘛是讲妇琳琅看你的囝，所以你若伫遮看起来，你可以感受到这个不是一个轻视不礼貌的讲法，伊叫妇琳琅看你的囝，这是充满温柔，充满放心交托的一款的口气，妇琳琅你看你的囝，所以这个看起来称呼自己母亲妇琳琅，应该不是一个鄙视或是不礼貌的讲法，不礼貌的讲法可能有点像英文在说 Madam 卢叔反而是有一点尊敬，可是是带着很有感情的一种讲法这个其实学者都还在仔细的去研究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们来看下一句，耶稣说：“我跟你有什么感情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句的这麻烦如果它的原文直接翻译成它的意思直译是直接说什么是你什么是对我跟对你，它这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是对我，什么是对你咱和本是讲那圣经把它翻成什么我跟你有什么感情，一律翻成这个样子这是一句蛮模糊的话，这句话爱看它的上下文来决定这个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句话应该爱讲的是伊的意思，若要放伫这个上下文应该是说你为什么要来打扰我？比较像这个意思，或是那用今麦的讲法，应该是讲妇琳琅啊。我跟你有什么感情？你干嘛扯我进来呀？你干嘛把我扯进这个事情里面呐？你后面耶稣有讲一个原因，讲我的时也未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把我扯进来干嘛？这个像什么？这个像来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去想象一个情况，咱在这北部靠我这些经验无？哇，叫起来平安拢伫遮呢，来。大毛，来，你读我大家听。这时候你的儿子或是你的女儿一定怎么样？干嘛把我扯进来？这里有钢琴，干我什么事啊？可是我们父母会这样做，对不对？来，你们是学钢琴，来弹给大家听。这时候你的孩子就会说：“妇琳琅，我跟你有什么感情？”就是这圣经这句话的意思你干嘛扯我进来啊？耶稣的意思是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客人，就饮料你把我扯进来干什么啦？这是耶稣那时候对话的意思不过耶稣有讲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我的什么会？我的时也未到，我的时也未到。这里呢，耶稣的回答也是，耶稣妈妈的回答耶稣老母的回答嘛是很率性耶稣伊妈妈就甲遮的车用的人讲，凡那伊甲恁讲的，恁就惊伊。他很有信心，很有自信。但一个耶稣甲恁讲啥，你就照做就对啦。凡那伊甲恁讲的，你就惊伊。
好，即马都有解说啊吼。叙事者就解说讲，照犹太人洗清气的咧吼，伫遐有摆6个石甕，好石缸石甕吼，用石头雕刻出来的一个甕吼，大的一个石缸吼，大家会堆滴2-3桶水吼，所以每一个石甕，每一个石甕会当堆2-3桶水，会当堆2-3桶水。咱大家来看这个石甕是要什么意思吼？犹太人有规定吼，利未记吼，利未记11章有规定，厝里的瓦器吼，这个比较常见，装水哈，装什么都用瓦器。瓦器哪去拄到无清气的动物甲白过吼，系啊，这个瓦器要怎么样？要摔破，不能再使用，迄无清气会传染吼，不是卫生的概念，是宗教礼仪的概念。迄无清气的动物，譬如讲蛤蚱还是壁虎啊，白过好，系啊，这个瓦器吼来讲互看。啊，毋过有一个规定，若是泉源吼，也是聚水的池子，袂因为安尼无清气，吼洗洗咧，就当去用啊。泉源，比如讲啊，恁兜有古井，有迄个井水井，吼，就算水井被不干净的虫爬过，不洁净的动物爬过，那个还是不会袂去影响到。吼，所以在聪明的犹太人，因得用石头。凿出那个缸，这样它不是瓦器，它是一个泉源，动作它是一个蓄水的泉源，所以的深宫有无清气的米白过，嘛袂当去撒，嘛会当去使用上济个洗一摆清气就好啊。耶稣就甲青年人讲吼，用水互伊满甕，甲应该满起来。某个甕口，刚说了吼，每一个甕吼，每一个甕会当堆2-3桶水吼，一桶水是偌大吼？伊遮的资料吼，学者去找的资料，一桶差不多是40公升，哇！你知40公升是偌大吼？咱的牛奶1公升对吧？啊，忘了，好啦。咱的保特瓶汽水几公升？2公升嘛，上大罐2公升，一共差不多40公升，所以那个水桶是很大的哈。2公升就是20瓶保特瓶的水。一个石甕会当装2-3桶水，好，那每一桶水呢是40公升，好，安尼话。总共有偌济水？恁咱若一个石甕，若装差不多，他说2-3桶嘛，好，那就100，好不好？100公升。那6个石甕哈，6个石甕装按头多偌济？一个100，安尼600公升吼，600公升是偌济水？你知无？各位兄弟？咱去想看卖啊，那啉酒吼，一个酒瓶差不多几公升？750嘛，吼，0.75公升吼，那算起来吼，600公升的水，然后你变做酒，你要蒸起来吼，差不多要700-800罐就想象说有一个宴席吼，有一个宴席准备红酒800瓶，安尼有够无？话都讲过吼，伫迄个时代，迄个宴席。来宾差不多几百人算上济啊，那几百人分800罐的干那的酒吼，一个人喝8瓶葡萄酒，醉死你把你醉死了好，所以这个叙事的讲来装满水以后呢，耶稣就甲因讲，打着羊衣摇起来，旁互将冠眼下。沿道的人来啉，水变做酒，将你沿下的人沿道的人试啉，伊唔知对倒来，这酒唔知伊对倒来，伊敢若迄个找用的人倒水车的人知影，心内知影，啉来讲哇，
靠这块代志，吼，伊就甲迄个新囝婿叫来讲，人吼一般大家拢是甲好酒吼摆头前啊，大家啉甲忙啊吼，啉甲足济哦，开始吼后面的酒就较歹无要紧啉得出来，啊，你顶倒甲即个好酒吼放伫后壁，吼，好酒沉暗地吼，伊放伫后壁是咧创啥吼？这个故事就结束，才有一句话讲：这个头一摆的新日，耶稣行伫加利利的迦拿。今天是母亲节呢，我讲这个故事是要创啥？干嘛讲这个故事啊？各位兄弟，我相信咱听这一届这个迦拿的营写的这个经文的解说吼，我今日要掠一个无共款的所在，咱来讨论一下吼。当酒无啊，耶稣的妈妈直接回头甲耶稣讲：“因安那，因无酒啦。”我讲这是一介奇怪的吼，无酒你就去甲管宴社的人讲，去甲主人讲，你是甲恁囝讲要创啥？所以咱知影玛利亚心内一定有一个了解，对耶稣的能力有一个了解，吼，所以伊会出对了问题，要找因囝来处理。伊讲，因酒用了啊。耶稣的回答其实是无啥物想要配合呢。耶稣的意思是讲，虽然我都讲过，这毋是无礼貌的讲法。伊讲，妇人人，我甲你有啥物干涉？就是意思是讲，妇人人，你是安怎要甲我扯进来这个事件啦？这无我的代志啦，你干嘛把我扯进来？我的时也未到啦，我就是有这个气力来使用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要甲你讲的是，我的时也未到啊。那讲到这，各位兄弟，你若是玛利亚，你若是耶稣的妈妈，你安怎？就是讲耶稣的回答是有讲要帮忙无？耶稣是表达伊要帮忙无？看起来是无呢，安尼听起来应该是无呢，是无要甲解决这个问题呢。耶稣讲我的时也未到，毋过你看玛利亚的回答是安怎？玛利亚伊即马听伊的囝安尼讲了后，听耶稣安尼讲了后，伊回头甲遐个车营的人讲，跟那些仆人讲什么？讲凡啊伊甲恁讲的，恁着惊伊，就是等一下。凡啊耶稣讲的吩咐的代志，你着去做就对啊。各位兄弟，这表明什么代志？这表明玛利亚是对耶稣不只是这熟悉，嘛这信任。虽然耶稣的回答并无表明伊要出面来处理这个问题，玛利亚已经直接甲遐个找的人讲，等一下。凡係伊讲什么话，你就惊伊。所以玛利亚心里很笃定呢。玛利亚知影讲耶稣会做未？会。耶稣会斗相共未？会。耶稣会解决伊的问题未？解决这个营销问题未？会。毋过玛利亚知影耶稣要安怎做无？毋知。知影耶稣当时会做无？毋知。知影耶穌要用什麼方法解決無？唔知，所以唔才會講，凡啊伊講的，就去行伊。講這款話的瑪利亞心頭是足定的呢，表示伊足信任伊這個囝，伊不只是熟悉清楚這個囝的氣力、的能力，伊閣足信任伊的囝，一定會幫忙，一定會處理。虽然伊讲我的時也未到，我跟你有什麼干涉？各位兄弟，今天母親節，我想要提醒我們在座咱的媽媽，偉大的媽媽們，那對這段經文來看，我們有沒有像瑪利亞這麼相信他兒子？我們有沒有像瑪利亞這樣子，也相信咱的兒女？咱有法度親像瑪利亞相信耶穌安尼來相信咱的囝兒無？我自己是一個父親啦，有當時我觀察，咱遮做爸母的吼，
其实不会太信任自己的孩子做得到，或是做什么事情。好，那也能来干工来做评断。我们有时候会要求因去做咱无，因去做咱欢喜，毋过因其实因做无介意做的代志。像像都讲，某某人你去大更勤哦，大家听。我们有时候就真的得罪我们的孩子。那有时候我们会买干嘛讲啊？伊无法度，伊袂晓，伊袂晓处理，这伊袂晓处理，连讲都不讲了，连讲都无讲，连要求都无要求，因为领域无法度处理。看这，我们是不是够了解我们的孩子？那有理解，有熟悉咱的囡仔无？啊，咱搁另外一个赞处，咱会当信任咱的囡仔无？其实这个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在时代的差异时代的差异下面越来越困难。咱做父母的要信任咱的囡仔是愈来愈困难，因为因愈来愈无法度互咱理解。现在的时代无亲像演过啊，演过的父母真正较敖，了解的物件较侪。咱对咱的囡仔朔气指使你唔捌啦，这种咱要指挥是要命令拢较笃定因为咱真正古早的时代你若要像恁老爸遐搞搁这早的啦，还要慢慢磨练。你要像父母那么棒，你要学很久的各位阿姐，即摆时代无共款啦咱这囡仔因上网因查资料，因学物件比咱较紧。常常咱来3C 产品，咱该问因的，是不是？时代的差异各位兄弟，这个会越来越困难。就是讲，咱理解咱的囡仔，咱了解咱的囡仔，会愈来愈困难。这大家愈来愈去学习，亲像玛利亚这么放心，伊了解耶稣基督伊的囝，伊伫这款的情形，虽然伊是按照伊家己的意思。就无啊！我甲我这个厉害囝讲，因就赢了啊！不管我孩子有没有同意呢，不管我的孩子有没有答应，玛利亚的意见直接甲遐找的人讲，等一下伊吩咐你做啥，你就去做伊；凡哪伊讲啥，你就去做伊。现在我们到底能不能像玛利亚这个妈妈？遐尼清楚伊的囝，嘛遐尼信任伊的囝。伊虽然毋知伊的囝要做啥，伊犹原信任伊的囝。伊虽然毋知伊的囝会安怎来回应的，会安怎来解决，伊完全信任伊的囝，已经吩咐啊。凡那伊所讲的，你就行伊。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个世代，咱这个世代的父母，尤其开始母亲节，我就缩小范围，咱这个世代的妈妈们，爱学习的，学习玛利亚耶稣的妈妈，也当了解伊的囝，了解伊的囡仔，嘛专心、放心、信任伊的囡仔。无论照咱的年纪来看。照咱的经验来看，照咱的判断，无论咱是安怎看咱的囡仔，咱是毋是会信任咱的囡仔？甲侪咱的会友共款阮兜囡仔3个嘛，拢大汉啦要趁即个讲道我嘛分享一个，可能甲经无直接关系的2句话咱遮做父母的有当时常常听候一世人拢有望去听到咱的囡仔甲人讲谢谢，对无？互人自因细汉安尼养饲车大汉安尼做这侪代志，为因牺牲遐尼大咱拢总有望为咱的囡仔嘴里听到一句话讲爸爸谢谢你，妈妈谢谢你不是只有在母亲节的时候写一张卡片是那种感谢
不晓得是想写真的还是写假的吼。咱侪爸母一世人拢毋茫听到的，就是咱的囡仔对咱讲一句谢谢、感谢、感恩。吼，像阮老爸过身进前，我伫伊的眠床边，我就是甲伊谢谢，吼，感谢伊的养育、栽培，互我有最多机会学习，吼，读册安尼。我相信咱遮做爸母的，拢咧听好即句话，吼。啊，毋过要看卖啊无？要不要猜猜看？遮囡仔，因这想要听着啥物话？因的爸母甲讲的。咱敢知影？咱遮囡仔，咱的囝儿，因咧听好，咱甲讲啥？好多讲的，咱咧听好，因甲咱讲谢谢。感恩哦，谢谢爸爸妈妈啊！你看在遮囡仔，因的长大的过程愈来愈大汉，因真毋茫，因的爸母甲讲啥，会知无？说对不起啦，对不起啦。有一摆吼，我听着因三囡仔咧开玩笑，因当作我无伫的那种情境在开玩笑吼，啊，讲一寡代志吼，啊，我偷偷听，我居然听到一件事情吼，听到一句话，我有的心拢碎掉吼，听到玻璃心碎掉，跟中国人一样哦，心都碎光光了。好，我听了啥物？我听了我囡仔讲的意思就是讲，他的记忆哈。我做一件事情哈，我管教他哈，这是件代志哈，伤着伊吼，伊是用一种开玩笑讲的吼，我心内会反映什么种？我这个做老爸，我这对你做遐尼济代志，为伊牺牲遐尼济，结果你咧讲我的时阵，你竟然跟他讲迄件代志。他讲出来以后，我当然记得，我记得是我的错，真的是我的错。可是我心里，我心里咧想讲，你可以跟他会去这款代志啦，我对你无够好吗？无够栽培吗？无够尽心尽力嘛？你可以，你讲生笑，你讲时，敢若会去迄件代志。我就想要讲问讲，你拢袂去其他我对你好的代志嘛？各位这各位爸母、各位妈妈，其实伫咱囡仔长大的过程，咱真正毋是刁过伊的，有当时会伤害到咱的囡仔。其实咱大人看起来个是无重要，咱大人看起来这正常啊，无乖嘛，呆呆呢，这有什么要紧？你知道有时候刚好就拄好伫伊生命成长的过程，这就是拄好一件最重要的伤害，也是讲伊的印象最深的艰苦，伊一世人拢甲囥伫遐，伊毋是调低甲记牢咧，因为即款的艰苦也是受伤，对伊有介大影响，所以靠人伫母亲节在讲这个啦。我是要这些妈妈跟孩子道歉吗？不是啦，一个提醒。当咱做忙咱的囝儿甲咱讲谢谢的时阵，一个提醒，其实咱会知影，伫因长大的过程，毋知啥物时阵，咱才会做爸母的，一定有伤害到咱的囡仔。我拄迄天听到到即马，我拢一直咧思考要啥物情形。甲我囡仔回息咧，毋知要安怎讲，讲爱互伊知影我是真心甲回息咧。你知道这种青春期的小朋友，你跟他道歉，搞不好他也我阁无迄个智慧吼，我阁毋知影要安怎甲伊回息咧，毋过毋忙，上帝的怜悯。
享受智慧甲机会，我会当教我囡仔学习咧。母亲节快乐！咱的妈妈们，妈妈们会当做亲像玛利亚这位妈妈，遐尼熟悉伊的囡仔，嘛遐尼信任伊的囡仔。无论咱的囡仔会当做好，还是做歹，咱会当专心信任、支持。无容易，毋过这是咱做父母的责任。另外就是，咱咱的囡仔甲咱谢谢，咱嘛来找机会，甲因回息咧。好奇怪哦，在母亲节的时候，竟然提起母亲甲囡仔回息咧哦。要紧，咱放伫心内，思考一下，咱同心来祈祷。即成的爸，阮感谢阮的性命对你来，阮的性命是对你所拣选的。这伟大的母亲、伟大的妈妈，甲阮生出来，因食遐尼济苦，因受遐尼济的委屈，叮当的受伤受苦，甲阮养是大汉。伫即个时阵，我感谢你的恩典，嘛感谢阮老母的恩典。求你深深祝福，互阮每一人的妈妈照顾保护。你嘛赏赐气力，互阮才会做囝儿的，也做人的囡仔的。阮着爱把握机会，表达阮的感谢。毋通到尾的时阵，袂赴的时阵，较想着要来感谢阮的老母。阿爸爸，求你着引带着提醒，你亲身来教示，阮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要来报告大声，咱先来读金句，请众会友对我读，由写伫周报顶悬。约翰福音第2章
第5节，伊的老母甲遮个找用的人讲，凡是伊甲恁讲的，恁着惊伊。约翰福音第2章第5节，伊的老母甲遮个找用的人讲，凡是伊甲恁讲的，恁着惊伊。下面我来报告第1点，市政中会教育部伫这个月5月30日拜六早起9点到下晡4点，伫公馆教会有今年头一摆中级训练会。迄毋若是中级会当参加尔，所有的团契的会长，有心要参加的兄弟，都有来参加。若有兴趣的兄弟，请向蔡长老报名。第2点，目前网络礼拜，伫顶礼拜中执会有确定要暂时延到5月底，所以6月的时阵看疫情的情形发展，再来决定是毋是要恢复实体的礼拜。第3点，今日是母亲节，祝天下的母亲佳节快乐，上重要是身体爱健康。另外，本会母亲节过去拢有赠送礼物。因为即摆疫情的关系，有可能伫8月份和爸爸节做伙赠送。第4点，本会吴宽仁长老的父亲吴永明先生，伫4月19日伫台大病院受主警调。伫即礼拜顶礼拜5月初5拜二早起，嘛伫二滨由咱本会陈牧师来主持告别式，求主安慰遗族，祝福拿亲。以上。
恁着珍惜恁的老母，感恩所为你做的一切。伫这个世上，知你是满满领受稳定的人。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保守，充满安慰，要甲恁这人伫地，尤其是甲所有的妈妈伫地，要对即时到主过来。阿门。